向山舉目，詩篇121篇1節。我要向群山舉目，我的幫助從哪裏來呢？親近自然，等我哋嘅靈魂得以更新，與主更加親近。崇山峻嶺不僅係帶俾我哋一種超然嘅感受，更加賦予我哋一種透視嘅力量，有助於去塑造堅強嘅品格。因此有好多偉人同埋先知都係喺山林之中同自然同埋上帝接觸，培養出高超嘅人格同埋宏偉嘅氣魄。摩西曾經喺米甸山度過咗40年去牧羊嘅生涯，大衛亦都係喺伯利恆山地牧羊嘅牧童。施洗約翰喺曠野荒地嘅產物，耶穌喺出嚟侍奉之前，亦都喺曠野禁食咗40日。後來當佢喺侍奉中忙碌、心神勞倦嘅時候，亦都會獨自登上高山，以便同主上帝相交，恢復心靈嘅力量。因此，詩人喺高山同上帝緊密相交之後，不禁喺第2至第8節作出咁樣嘅讚美：我的幫助是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，他必不使你的腳滑倒，保護你的必不打盹。看啊，保護以色列的必不打盹，也不睡覺。保護你的是耶和華，耶和華在你的右邊蔭庇你，白天太陽必不傷害你，夜裏月亮必不害你。耶和華要保護你脫離一切災禍，他要保護你的性命。你出你入，耶和華要保護你，從現在直到永遠。崇高嘅高山係一個力量嘅象徵，喺萬般變化中卻屹立不動。因此詩人仰望高山，確信佢嘅幫助係從耶和華而來，心中自然係獲得安慰同埋甦醒。生病嘅人經常都喜歡親近高山流水，尋求醫治同埋心靈嘅平靜。呢個唔係冇原因嘅。你現在嘅生命光景係點樣呢？你係咪需要幫助啊？你有冇揾一處寧靜嘅地方，好等你同主嘅靈作更緊密嘅相交呢？佢必保護你脫離一切災禍，並且保護你嘅生命。你出你入，佢都要保護你，從今時直到永遠。阿門。